我哋嘅生活每日都充斥住各種嘅聲音、畫面，好真實、好忙碌咁生活喺呢個世界上。但有時有冇覺得，其實一切都好似一種幻覺？新作品題目《知幻即離》，其實出自中國唐代華嚴中鳳成一部重要經典《圓覺經》，意思即係話，當我哋內心察覺到一切嘅思想感覺係虛無嘅時候，煩惱就已經離開啦。如果觀眾可以從我嘅作品當中感受到從不確定性、矛盾、衝突到確定、平靜同喜悅呢個過程，我就覺得係我作品傳達出最大嘅意義。作品從遠睇係一個大嘅空間結構，行近睇又會發現每一個色塊之間相互獨立，佢哋係有唔同嘅筆觸、色塊嘅明度去處理佢哋之間嘅關係。我嘅作品一直以二維繪畫作為核心線索，圍繞幾何圖形同色彩去展開。唔同嘅色彩之間，有時形成衝突，互相干擾；有時又會互相抑制，達到某種平衡。我嘅工作就係尋找兩者之間最合適嘅圖像表達，去傳達我想表達嘅情感。